返工由朝坐到晚，坐到腰酸背痛，但又怕做 sit up 做到傷晒腰，咁就要試下呢個安全有效、新手都好適合嘅普拉提核心練習啦。坐喺墊上邊，曲腳，腳踭踩實地面，雙手放喺大腿後側，挺胸收腹，幻想有人向你個肚打一錘，呼氣肚臍向內收腰椎成 C 字，吸氣慢慢拉返直個脊椎。向後嘅時候，手臂盡量唔用力，膊頭放鬆。手臂嘅作用係盡量唔好俾自己跌落地面。吸氣一節一節拉返直個背脊。如果動作熟習咗之後，可以伸直手臂。同樣呼氣嘅時候，將下腹慢慢 C 字形向地下捲入去，感受腹部發力。吸氣慢慢拉返直個軀幹。如果捲得太低，覺得個下背唔舒服嘅時候，可以減少向下嘅幅度。每一下動作要緩慢而且均等嘅。新手亦都可以利用彈力帶去幫助自己做呢一個動作。首先將彈力帶固定腳掌上邊，雙手翹實，保持沉肩。同樣用個肚發力，呼氣慢慢向地下收入去。吸氣嘅時候，核心帶動一節一節拉返起個脊椎。彈力帶嘅作用係幫你避免一下子跌向後邊嘅。捲上嚟嘅時候，如果唔夠力，都可以用彈力帶幫助自己拉起個身體。想加強難度的話，可以嘗試將個幅度拉向地下大多少少，直至到褲頭位甚至中背掂住地下。同樣吸氣嘅時候捲返上嚟，你會發現腹部核心需要嘅力量會更大嘅。初學者動作可以做6至8次，重複2至3組，集中核心發力嘅感覺而唔係用衝力。如果你想學習更加多溫和核心練習，留言核心，我會 send 課堂資料俾你。